今季港超圓滿落幕啊！上星期足球明星選舉啦，同最後一場嘅足總杯決賽啦，都順利進行啦。餓波嘅香港波迷呢，仲有兩場嘅香港隊比賽，加上7月有東亞杯決賽周可以睇下，跟住呢，就要等到夏季再開波啦。開始之先，重溫一下足球明星頒獎禮最後嘅結果同埋一啲花絮先。香港波迷齊撐港足，請繼續支持訂閱。俾 like 留言同我分享，一齊傾下香港足球。東方總共咧就奪得8個嘅獎項，成為咧球隊裏面嘅大贏家啦。當中巴科爾咧更加捧起就係神射手獎啦、足球明星11人嘅前鋒位置啦，同埋香港足球先生。同隊嘅葉鴻輝除咗拎咗足球明星11人嘅門將位置之外啦，仲有就係同另外3位逼科球隊嘅門將大埔嘅謝家榮、李文嘅陳家豪同埋傑志嘅泰利瓜分金手套嘅獎項。盧比道呢就連續3年成為最佳教練。李文亦都有5個嘅獎項，當中艾華頓佔最多，入選足球明星11人嘅前鋒位置啦，並且呢就係獲得球員之星同埋港隊最佳球員，而最多人留意嘅就係流浪嘅劉智樂，成功喺前鋒嘅位置擊敗咗盧卡斯伊高等等啦。現場同埋網上都有好多支持嘅聲音，希望佢可以能夠踢到香港隊。星期六端午節就有今季港超嘅最後一場波啊，由流浪對住東方嘅足總杯決賽。流浪繼續係用奧力斯把關啦，之前養傷嘅林唐真呢，今場就復出啦。流浪喺9分鐘啊，已經靠住劉智樂入波1-0啊。之後流浪仲有好多嘅威脅㗎，但係就入唔到波。東方要去到尾段80分鐘開始啊，短短4分鐘啦就上演奇蹟。三料足球先生巴科爾4分鐘裏面就大帽入3球啊，幫助東方驚險反勝。其實之後嘅報道都有講啦。流浪教練遲遲唔換人呢，我覺得係幾大機會令到呢場波由贏變成輸嘅原因。佢哋喺65分鐘用咗韓國外援姜顯換走咗姚浩明之後啦，要去到85分鐘啊，失咗3球嘅時候先肯換人啊。但係其實喺比賽嘅下半場已經見到好似伊巴謙咁啦，體力已經下降啦，要去跑都唔係幾跑到，傳波都唔到位啦。但係教練團遲遲都唔換人，反而造就到東方可以以快打慢啦。巴科爾嘅命中率之前都講過噶啦，好高啊。流浪嘅後防失波啦，之後都未能重拾翻狀態，出現咗更多嘅失誤，令到喺呢4分鐘裏面失完又失。咁都不特止，仲要安莎係之後仲要2黃1紅出場啊。我上條片都講過，東方流浪呢場波已經話要小心安莎拎紅牌，點知真係中咗，打少個嘅流浪已經係冇能力去追啊，自然就成就咗東方奪得今季第2個冠軍銀牌同埋足總杯嘅冠軍，將會下季就會連同大埔就踢亞冠2嘅比賽啦。暫時呢一刻我係未收到消息，東方會係直入啊，定係都要踢一場嘅外圍賽先。不過東方最大功臣巴科爾喺賽後就宣布離隊啦。不過據講都會留翻喺香港度發展，而最大可能就會轉投李文取代安尼亞。隨着已經踏入6月啦，港超嘅球員開始有好多唔同嘅消息㗎啦。咁之後就會有時間再同大家傾傾。轉個話題先，5月31號啦，港隊就同英超嘅曼聯踢咗場表演賽。可能曼聯喺馬來西亞輸咗場波啦，咁所以呢場我覺得佢哋嚟到係踢得幾落力㗎。當然球員都好明顯係有疲態㗎啦。始終星期3晚踢完一場，星期4又飛到嚟香港，夜晚又要做一個操練嘅 show 啦，去到星期5就踢呢場波，踢完之後就即刻翻去英國。咁始終呢場都係一場友賽或者叫表演賽啦，兩隊都希望用晒陣中全部嘅球員㗎。正選睇其實兩隊都好有誠意㗎啦。曼聯啦有般奴，亦都有卡斯米魯、加拿曹。
港隊咧都進出外流兵嘅，再加祖連奴啊、艾華頓啊、謝家榮等等。上半場曼聯咧把握唔係咁好噶，有大段嘅時間都圍攻港隊，但係就唔入，反而咧就令到港隊咧係偷雞得到手貼，半場領先1-0，入波嘅係祖連奴。下半場嘅曼聯啦，11個換晒啊！出名嘅有曼治啦、明內啦、阿麥迪亞路咧就會喺下半場嘅呢隊嘅曼聯裏面。下半場明顯曼聯係提咗速嘅，50分鐘已經追和啦。之後港隊咧都開始咧換翻一啲後備落嚟試下啦，包括就好似用到伍偉謙就入替今場表現神勇嘅謝家榮。尾段啦，港隊咧再失多兩球，呢兩球主要就嚟自高空攻勢嘅，後防冇晒啲高佬啦，就暴露咗弱點。加上啦，伍偉謙都唔係表現得好好啊，睇到佢係唔夠高啦，亦都唔夠手長啦，好多波咧應該係要救到嘅，但係佢就掂唔到。喺呢方面咧，我覺得家榮咧始終係佔咗啲優勢嘅。咁呢場波咧，整體睇落都幫到港隊練兵嘅，尤其是喺上半場嘅防守反擊啦，應該都係戰術部署上邊嘅啦。下半場都行緊呢一招嘅，好似艾華都成功咧係做到幾下啦。尾段咧又有肥棒差啲係入波追和2-2噶。我自己咧比較有印象啦，覺得踢得好嘅球員啦，就一定係家榮啦。另外魚子啦守到加拿曹喎。咁可能因為咧，艾華頓今場咧都落到好後去幫手啦，咁所以艾華頓咧反而喺呢場波裏面咧，其實唔算話好顯眼嘅。而另一個咧比較有印象嘅、有吸引力、在場嘅睇完之後咧都哇哇聲嘅咧，反而係艾華，佢有幾下爆破咧，都係快過曼聯嘅一啲年青球員嘅。而港隊嚟緊都仲有2場嘅賽事㗎，5號就先對尼泊爾啦，係香港大球場嘅。入選嘅名單最大爭議一定係冇劉智樂份啦。喺頒獎禮上邊啦，大家都吹捧到好恨啊，劉智樂呢係可以入選啦，佢係最 top 嘅前鋒啦。但係偏偏香港隊嘅主教練韋斯活呢就唔係咁諗喎。而另外啦，亦都有首次入選嘅奧利斯啦，同埋洛迪古斯。勞列斯咧，亦都係重返港隊嘅名單啦。現時咧，佢係未有球會㗎。翻查記錄，香港隊同尼泊爾喺近30年咧都冇對賽過㗎。對上一次咧已經係1988年嘅時候踢亞洲杯外圍賽，喺尼泊爾嘅主場0-0和波。喺3月國際賽期中啦，佢哋先後就有1-0作客贏咗我哋同組嘅新加坡啦，仲有亞洲杯外圍賽0-2輸咗俾馬來西亞。陣容方面啦，佢哋都好識去一個靈活轉變㗎。近期嘅賽事都見到佢有時用下5-4-1啦，有時又用下4-3-3嘅陣式。喺踢完呢場對尼泊爾嘅之後啦，就會對住咧就係印度嘅亞洲杯外圍賽啊！呢場波就會喺啟德主場館地標戰啊！買飛嘅情況咧就好似好理想咁喎。下層開賣2日咧已經係宣布售罄啦，而家咧只係得翻上層嘅80蚊飛。提提大家80蚊飛咧，所有人都識用嘅。今場係冇分長者小童嘅特惠價同埋正價嘅，只有就係下層200蚊，上層80蚊，下層嘅200蚊係已經賣晒㗎啦。咁以我估計啦，而家咧已經賣咗超過3萬張飛㗎啦，仲有1個星期時間，希望有好消息打爆啟德場。咁應該咧就唔會開晒5萬個位嘅，咁始終都要分隔開主客球迷啦。咁我估啦，最後如果係真係可以 full house 嘅話咧，應該係有48000或者49000人左右啦。希望係有望紅旗掛體得嘅，因為俾80蚊加30蚊手續費啦，即係110蚊咧，可以入到體德主場館咧，真係好少有啊！香港波迷咧都唔知有冇可能睇下一場有咁多人入場嘅港隊比賽啊！喺度呼籲多次，6月5號香港大球場就會對住尼泊爾，6月10號喺啟德主場館就會對住印度。希望呢2場波啦，大家未買飛嘅都快啲買飛入場啊！